以色列一个学者发表上新的研究报告，发觉这埃及夜婆的大脑神经信号是真神奇，会当判断讲这对方是朋友也是敌人，这地位有偌悬，甲家己敢会变质，而且对这性别也有阶级等等的关系，拢是有能力通去分析的。学者就望讲会当利用这款发现来研究人类心智的发展，也有脑化，未来甚至是有机会通好做治疗脑部疾病参考。乌兰诺夫斯基教授带领的团队伫野外伊布旁搭人工被捕收，然后将几10只的野生埃及狗好，按照性别平均分组，每一只小被捕拢挂电子机器，用来记录大脑中处理空间、政策、社会活动等复杂信息的海马回伫被捕的社群生活中所收发的信号。属于夜行性动物的被捕，要伫黑暗中准确侦测4个位的空间。靠的就是收发信息，搁处理复杂的资讯，来了解家己伫空间中的相对位置，就像飞行机的雷达同款。We found also that other individuals' positions are represented, and moreover, we found also that social interactions are being represented, and also is it a male or a female? So the sex of the other individual and its hierarchy. Is it higher than myself in hierarchy, like an alpha male, or lower in hierarchy? And also the affiliation. Is it a friend of mine or a foe? That's also a variable that's being represented. 照到最近几年日渐发达的机器学习，也就是人工智慧 AI 中的一个类别。研究团队将收集到的资讯做系统性的整理，以甚至了解被捕的脑细胞安怎处理来自环境的信号。学者指出，被捕甲人类共属于食人类的动物，对被捕的脑部运作方式知影哪侪，就哪对了解人类脑部的运作有帮助。研究团队希望，这个研究成果对日后研究安怎治疗阿兹海默症等等，甲脑部受损有关系的疾病，会当发挥一定的作用。公司新闻，徐家珍编译。